期待的时刻。一个我跟你讲，一个压轴，而且呢，咱乡长今仔规个暗讲伊名，差不多讲过超过要100届，好吗？乡长是他的头号粉丝，让我们欢迎许富凯。谢谢，各位朋友，全场尖叫声来一点好不好？好，上 Q 就好，进来好不好？阵阵风吹啊吹来南部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无的心声，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手在举高哦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凉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被，日日夜夜为你。比个爱心好吗？谢谢。哎，各位啦，1、2、3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。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。我是许富凯，我已经足久无来歌手啊。自我细汉的时阵，讲爸爸妈妈来，我会记吼，这个歌手这个所在有多足侪回忆。今仔看到大家足欢喜的，嘛感谢恁大家。我希望今仔我带来歌曲，恁拢会介意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呢，要来唱第2首歌。我听讲，咱的迄个乡长伫今仔暗时
画外苗，画差不多100几遍，加感谢你，多谢，谢谢我们王乡长，谢谢，再给我们乡长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所以呢那边，刚刚呢前面几位我们的巨星，吴俊宏，然后我们思安三姐，让我唱一寡好听的主曲。啊？今夜搁再想你哦。我今仔无安排，毋过我清唱一段，互你听好无？离开，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谢谢。拄则我是唱现场的，毋是对嘴哦。好，给我95分。明日之星我95分，我这首歌96.5呢。你今仔才给我95分，你讲99啦。谢谢。好，刚刚呢，很多清唱这一首《金苗歌爱想你》，希望呢可以带给大家快乐吼。所以呢，要来唱一歌台语老歌，这个老歌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拢会晓唱，你有想要听无？安尼，等下跟我做唱，唱较大声的哦。哦，对，这个老歌，希望恁会介意。来，第一首《思无的人》，谢谢。老师麻烦哦，感谢。第一句，互恁先唱好无？
小等留意，也通因雨弹秋风，凄惨后归。只是思人添喜，大衣穿袂离。啊，不明恋会啊，再会啊，再会啊。风微微，风微微，孤单阮在地边，水莲花满满是，静静等待落水滴。阮是思念落阮意，暗思想无讲起，要讲行心怀疑。再来要来唱这首歌叫做《感动也有》，赶快会晓唱的，跟我做伙唱较大声的哦，感谢。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，路边青青照着水滴，因为身边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。漂流万里，感到也有寂无眠。漂流万里，感到也有寂无眠。谢谢。老哥今天出去上了台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呦，你看，全场暴动，都是厉害耶！你要铁粉3点半的来啊！谢谢。有没有？看到许富凯有没有很开心？粉丝在哪里？好，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。行，本来呢，我们聊天完了之后，你要唱2首歌，对不对？是。但是怎么了因为政府有规定，嘿咱的烟火哈，哎10点进前放，所以你若歌唱了。放烟火袂赴，我来叫靠钱。嘿所以我决定要先放烟火，然后呢，你再慢慢唱，就没有压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可以跟乡长一起来摸彩抽大奖，是不是很爽？是不是？咱高手，对不对？嘿啊，这样有没有很好？有没有很好？有没有很好？还没有掌声，没有尖叫声吗？你看，主持人有没有很贴心？有没有？是。主持人有没有很机灵？有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更重要的是，是因为呢，还做者所在哈，看烟晚会我拢主持过啊，对，所以我知影放烟火的时候，有人卡棒的给我们掏椅。哎呦，如果因为大家都在看烟火，然后那个包包放椅子上，一回头不见了，所以请你把包包拿在手上，我们在看烟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哈，慢点，然后帮大家吹旗哦，就麻烦了哦。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的许富凯已经在台上了，哎，对，我们就一起看烟火，没问题，我们一起舞狮上看，好不好？来一起来哦，来啊！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！我睡了。哇，刚刚最后一刻我要起鸡皮疙瘩，真的耶！我的心脏一起噼婆菜，想转啊，因为太感动了。不是跟许富凯一起看烟火啊？我跟许富凯一起看烟火，我跟素兰姐一起看烟火，哎，
现场的各位今天回去是不是做梦也会笑？哎呀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漂亮哦对而且呢，哦，哎，是不是会供哦？徐富凯，我跟你讲，是因为啊，刚刚我还在跟你的宣传说，我说呢，你呀跟周杰伦一样有一个特质，怎么说因为你两个呀刚出道的时候东西我访问嘞，对东西菜鸟，但是呢，比如说周杰伦第一张就红的要死哦，然后接下来就每张都很红，连续5、6张都是我访问，哎。他居然跟他刚出道的时候态度是一模一样，然后我说这样的特质我在许富凯身上看到，他刚开始也是个菜鸟，可是呢他突然就很红很红，可是呢多年后我再看到他还是一样好客气，他有那种成功者的特质，而且谦卑有礼，不过我们兄弟就介意你，一直讹了，你知啊，影？我一见面我讲，我伫国父纪念馆看到你。我记得伊也唔讲啥解啊，对。哎呦，乡长，你今仔做梦应该梦到我啊！安尼讲好，你今夜一定个得想到我。今夜又个想到你。对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，就不用那么紧张赶10点了，对不对哈？对啊我们就可以慢慢唱，好不好？慢慢唱的，慢慢听我唱。我们就唱到12点。哎呦，我的妈儿！不行，因为主办单位有规定。是。好，所以呢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听你唱什么歌？听我唱什么歌哦？我可以宣传一下吗？因为最近本人呢在主持节目，有2个节目哦，一个是华西暗时啊8点礼拜的时阵叫做黄金年代。哦，明仔载应该就会播出来。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。你也做朱麒麟？没有，你每个礼拜天。周日8点。你也做朱麒麟？哦，周日8点。然后抢我们的饭碗呢？对呀，可恶！他们抢我你好问完，今年来。你访问一姐，今年来。来哦。哦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太熟了啦。对，没什么好访问的，3天2头就赖我，有没有？我记得这波阿克来呢。另外一个是中天综合台，每周1到周3呢，暗时啊9点有一个直播节目，益智节目叫做《金牌一秋 Q》，有我17Q。17Q，有我呢，跟那个沈玉琳哥，然后张文琪、巴玉这会主持耶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有看到报纸。啊，那你根本就唔免讲话啊。对啊。我这样主持人弄足可怕。别，我会轮替啦，我会轮替是对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，感谢您，谢谢。爱看电视哦。谢谢。好，来接下来呢？我要唱一首歌，这一首歌呢，我希望大家会唱的时候，手上如果有手电筒的朋友，我们把它打开好不好？上，我今把我手电筒手机来，大家手机拿出来，手电筒，好不好？手机来都有手电筒，开起来。你把我开好不好？有了。对，我今摆要比照迄巨蛋。谢谢。咱今摆在高雄巨蛋啊，对，高速巨蛋哦。帮我们工作人员协助一下那个贵宾区，贵宾可能不知道手电筒。兄弟，麻烦姐，兄弟，你知影手电那在对吗？你敢有开过？无，因为兄弟唔捌半暝啊回去，所以伊免偷偷摸摸打开手电筒。是。哎呦，有了。来，对，全部都给我打开。来，来，熊哈，来，你要先站在这里，然后你要这边，你要在这边，按照面向这边，来，上来拍照要结案的，要 po 上许富凯的官网的，来，上来，哎，你就这样子，你要蹲着，一般明星都这样，没问题。对呀，巨蛋都这样吗？手举高，上许富凯的脸书哦，查大家哦。背板呢有没有举高来？比个爱心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比爱心也可以，比赞也可以，比啾咪也可以哦。你看多美啊！哇，太棒了，好漂亮哦！照片就看到乡长呢，你看是不是？爱心，然后又谢谢。好，让我们欢迎许富凯。贴心，谢谢。这首歌呢是明星8点档的歌曲，你应该拢有听过，叫做《听你的离心》。那呢，待会呢手机啊摕出来了后，跟着我的音乐来做摇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来。满天的星，排着偌多人的约定，人生路程，就一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月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离有开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
手想要摕，定定不是你的。电刀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行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待会呢，我也会送给大家小礼物，不要走开哦，谢谢。我行过运命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帝的感情是两人酸苦看甘心，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涩才换来的甜甜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团圆。听你的入心。谢谢。全场来点尖叫声，我听一下好不好？来，1、2、3。感谢恁大家无起来的扑啊声，甲恁的尖叫声。再来一次，我听你，来1、2、3。我要那种狗吠的那一种。对你刚刚那个很厉害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，好。耶，谢谢。好。先来变唱这首歌，最近天气有较冷，今仔落来南部想讲会较热一点嘛，想袂到嘛有淡薄仔冷。要来唱这首歌叫做《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》，那呢我也带来我的那个海报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来哦，谢谢，张长谢谢，张嘉丽谢谢谢谢。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，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，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下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，好佳在身边有恁遮多，好默契，咱嘛要人做陪侍人，不输阵，虽然真。
是大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谢谢。好，小心啊。有啥物快乐，咱斗阵欢喜；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小心。啥物好康歹康，无分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小心。小朋友没事吧？哦。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，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，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，搁加在身边有恁遮多好默契，咱嘛要咱做伙输人，不输阵，虽然真嘛。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双手再举高一下，嘿！有啥物快乐，咱斗阵欢喜；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啥物好康歹康，都分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双手借给我，有啥物快乐？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啥物好康歹康，都分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阶段的摸彩了，哦，加，这台。